學生們充滿力道與節奏感的舞步，展現青春活力與舞蹈實力。2026合通盃全國街舞大賽8月16號將在台南文化中心舉辦。台南市長黃偉哲出席賽前記者會，邀請全國國高中生踴躍組隊參賽。我們還要加碼演出，台南市政府特別邀請我們合通盃街舞大賽的冠軍，各組的冠軍能夠在我們跨年的系列活動中能夠演出，那讓全場很多萬、好幾萬人、10萬人的這個觀眾面前能夠展現精湛的街舞。今年賽事邁入第5屆，多年來已經成為暑假最具代表性的全國青少年街舞賽事之一。預計開放國中組及高中組各15隊參賽，同時持續辦理 solo 個人賽制，讓選手能夠獨自在舞台上展現個人特色與舞蹈實力。團體賽則考驗隊員間的默契與合作精神，呈現平日練習的成果。慢慢的變成全國性的，北中南的孩子都來了。聽說今年還有越南的学生，听說也要在越南露出，也有菲律賓的學生也要露出。這回還有新住民學生加入，展現街舞多元文化融合與青春能量。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8月10號，透過完善的賽制與獎勵，鼓勵青年學子勇敢挑戰自我。記者周海棠的報道。